关心这是人咧讲台语要练转，唔是三档两档。为了要提起厝内时代唔通互诈骗集团骗去，台南警察最近录这个录音档，宣导防诈骗。结果嘛，互人发觉讲配音讲话查某警察台语讲甲哩哩啦啦袂练转，有时阵发音无标准，变做天差甲地，后遐讲做饭咧，一句讲都袂晓话。啊，若录到一半大声笑，这份 NG 版的录音档，互人放伫网络，互大家是笑甲要变过。一寡人为头听到尾，确实有防诈骗的效果。伫遮要为大家做一个诈骗预防宣导。这是正常版的台语防诈术宣导。换来甲看这个查某警察录的。这是第4分局的关心提醒广播，在此为各位做一个互人骗的宣导。啊，真正是一句讲个袂晓话，台语讲甲正倒退，广播2字佫直接绕国语的，声调听着嘛怪怪。要求你将存折、提款卡、密码、印章放伫咧指示的地点。寄金铺仔提款卡，嘛安尼讲甲亲像贵去互肉仔拖。录到一半，这个查某警察家己佫爱笑起来，毋过头都剃落去啊，嘛是爱安尼硬颈落去。唔通将寄金铺仔提款卡片、密码、音乐放交互无熟悉的人。过来一摆，嘛敢若无够我练转，现场是安尼笑甲腹肚痛。单字的部分比较不知道它原本的台语。台语要讲甲会摔拍佫水气，这就爱有字幕册啦。为着要做这个防诈术的宣导，先来甲录做音档。头起先这个查某警察伊是录华语版的，尾也想讲要互老大人嘛听有，所摆过来甲挑战这个台语版的。不过这个一句讲过袂晓话，讲甲袂练转的台语，煞颠倒加正深色。我们会想要去听完，因为它很搞笑。这个 NG 的语音档一个外流出来，想袂到煞颠倒互搁较侪人要甲规段甲听好煞，看台语甲讲甲外纸，安尼煞颠倒来帮赞宣导，互人的印象加正生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